国军年度操演汉光39号演习今日开始，头一天操演的重点放伫咧战力保存，考虑到中国嘅空军会去攻击西部的空军基地，国军的这个主力战机呢 F-16B 幻象2000，也有 C-130运输机，拢飞去台东的志航基地，也有花莲的嘉山基地进行战力保存。另外，海军当中的海防机动第4中队的飞弹发射车，也对这花莲出发去到台东，负责固守东部海峡的动任。咱国军呢，即届要动员后被告调，甚至有女性的体官兵主动争取告调，要做回来守护岗。战机引擎声伫台东的天顶响起，国军3大主力战机 F-16V 24为加入紧急升空，9台战机陆续飞往台东志航基地，C-130运输机也为屏东北港位展开汉光39号演习。操演头一天主题是战力保存，因为驻守西部的空军各基地暂时可能成为强军第一波攻击目标。各战机转场到东部基地，幻象2000为新德基地起飞转场花莲嘉山基地。F-16V 嘛升空暗号，甲往年无同，幻象2000落地了后，毋是进入洞库保存，是伫基堡加油整补了后，太平升空反击。为了因应强军航艦有能力介入东部海峡，空军必须掌握东部制空权。也不是光飞行员把飞机飞过去。他地面上的机工长维护飞机的人也要跟着过去啊，所以有空中梯队，有战斗梯队，然后还有铁运梯队，那都要过去。那这换句话说也是来劳师动众。那到花莲到台东的狮子山，毕竟比较安全，那个地方的抗炸能力比较强。志航基地4台天宫3型飞弹车伫大场军力的介护进行移动转场，保留反制能力。移动雷达车离开基地，去卡约角的所在太平。海军海防第4机动中队透早为花莲七星潭驻地出发，到台东太麻里完成部署。飞弹发射车搭载向2、向3机动反舰飞弹，演练监控东部海峡的强军舰艇，完成攻击整备。若是原定要紧急出港的海军舰艇，考虑风台要来，所以停留伫宜兰苏澳渔港。评估海象状况，再进行操演。全台各地是展开后备动员，后备官兵赶往战术位置进行临战训练，支援双臂部队。透早有120个告调员伫桃园营各中集合，包含19个退役的女性官兵主动争取告调，保卫港园。因为女生应该也要有爱国家的心。连续5天的汉光演习重点包括桃园机场头一届演练反机港任务，台北港甲8里瓦拉尾海沙堡是展开夺港防控。另外，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军重点防卫目标。蔡总统会亲身指导桃园炼油厂的防护操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